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。政府預料喺內地勞動節5·1黃金週5月1號至5號期間，將會有大量內地旅客前往西貢萬宜水庫東壩郊遊。由於西貢萬宜路多數路段只提供單線雙向通行，過往假日期間已經有大量旅客搭的士或者小巴湧入，經常出現嚴重塞車問題。為咗應對突然增加嘅人流，政府會同相關營運商協調，加強由北潭涌前往東壩嘅專線小巴9A 線嘅服務。呢條路線原本平日只有6至7架小巴行駛，服務時間由上晝9:30至下晝6:40，班次約15至20分鐘一班。政府決定自黃金週期間第一個平日5月2號起試辦額外班次，並延長營運時間，以增加載客量應付假日交通需求。為大幅提升9A 線效率，西貢1、2號專線小巴有限公司表示，黃金週期間將會借用其他小巴營辦商15架車同相應嘅司機，令9A 小巴線規模擴充至約30架。佢指出已經安排咗其他公司司機接受培訓，熟習東壩路段嘅行車路線同注意事項。如果客量激增，車隊將會視乎現場情況加車或者延長營運時間，確保清晒客先收車。為咗提升配套，運輸署將會喺東壩增設標示清晰嘅小巴站牌同優化上落客設施，並於北潭涌關閘前等嘅適當位置安裝交通信息顯示屏，實時發佈前往東壩道路嘅最新交通情況，方便遊客規劃行程。漁護署亦都會優化東壩小巴站嘅候車安排，將乘客排隊方向由現時面向北潭涌改為面向浪茄，並喺站內增設臨時圍欄，引導旅客依次序等候上車。呢啲措施將會加強分流車輛同行人，有效改善擠迫情況。警方表示，喺東壩周邊將會實施針對性部署，部門將會調派額外軍裝人員，喺遊客抵達同離開嘅高峰時段於萬宜路等交通樞紐位置指揮交通，疏導人流，同時對的士同非法載客車輛加強宣傳同執法行動，嚴厲打擊黑的亂收車資等嘅違法行為。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指出，警方同民安隊亦會增派人手巡邏東壩周邊，協助現場維持秩序同緊急事故處理。各部門協同作業，力求將交通同治安混亂情況降至最低，保障旅遊人士安全。為配合人潮湧現，水務署將會加快完成萬宜路部分路段嘅臨時拓寬工程，改善對頭車問題。目前工程已經大致完成，同時正進一步延長路邊避車處，方便車輛互讓通行。漁護署表示，節日期間將會增派人員巡查東壩一帶嘅郊野公園，向遊客宣傳環保知識同行山安全事項，並加強完善垃圾清理工作，保持環境清潔。此外，漁護署聯同旅遊事務署同旅遊發展局，透過網站同社交媒體等渠道向市民推廣本港其他郊遊路線，鼓勵遊客分流行程，減輕東壩一帶嘅人流壓力。近日本港部分議員會見相關部門嘅時候提出，為咗從長遠改善交通接駁，可以考慮引入電動觀光車等旅遊交通工具，喺唔增加噪音同污染嘅前提下提升遊客觀光體驗，並有效分流人流。另外，有議員建議，如果黃金週期間道路交通仍然嚴重受阻，政府可以考慮對進入東壩嘅的士實施出1架入1架嘅管理限制，限制同時駛入禁區嘅的士數量，確保道路暢順。政府強調將會密切監察東壩一帶嘅交通情況，並透過唔同平台，包括交通信息顯示屏同官方渠道提示市民最新路況，方便遊客合理安排行程。有關部門亦已經做好各項部署，確保5·1黃金週期間東壩郊遊活動平安有序。鍾意呢條片嘅希望大家可以點讚、分享我哋嘅影片同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如果想知道更多我哋嘅服務，可以掃影片上嘅2維碼，或者用下方資訊欄嘅連結聯絡我哋查詢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，我哋下星期再見。